呢啲譬如呢啲醫療嘅機構啊，或者一啲本級學堂啊，可以加入強制呢啲本地人服務於呢啲服務機構啊，一啲服務，咁樣令到推動翻呢個本地人嘅就業咯。其實我覺得有啲咁嘅措施，可能俾政府去辦一啲嗰啲推介會啊，可能可以更加作用啦。對推動本地人就業。咁第二個就係關於個物價嘅。咁物價有公共事業嘅物價啦，咁樣就有好多專營嘅公司啊，譬如水電啊、石油啊呢啲係應該監管佢哋嘅物價嘅。咁就因為呢啲專營企業咧應該係更加透明化同埋受政府嘅發牌監管。咁樣希望可以令到呢啲個物價可以咁冇理由嚟漲咯。譬如油價咁已經國際油價跌咗好多啦，但係而家市面上嘅平均油價都係14個幾嘅，咁其實同以前百幾蚊國際油價嘅時候一樣。咁而家係冇一個已經大幅調整咧，回復翻以前可能11、12蚊嗰個水平咧，但係點解會翻唔到去嗰時咧？因為嗰時嘅油價其實同而家差唔多嘅啫。咁希望可以政府去監督呢啲公共事業嘅企業咯，因為呢啲大部分都係專營公司嚟嘅，咁可能通過發牌制度啊呢啲去條文去限制佢哋，可以去獲取暴利咯。嚟緊都即係特首都有啲冇發表，有啲咩其他措施？希望佢喺外僱啊呢個政策度同埋推動本地人就業呢度可以有啲新嘅措施出嚟。我之前都提過好多次上啦，希望可以喺限制外僱措施度，譬如配額啊，甚至一啲推呢個外僱稅啊，其實係大力推呢啲啊，就希望可以令到外僱啲企業使用外僱嘅成本就拉即係大幅令到同即係同本地人差距，即係唔會有一個大幅嘅薪酬差距，令到啲企業可以選擇翻本地人，因為而家實在係個本地人就業其實係相當困難。收到啲即係電話提供咩行業？有冇邊個行業係差嘅？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嘅，或者一啲年輕人，一啲新畢業出嚟嘅，佢哋尤其是用經驗呢啲，其實佢哋好各行各業都想就係都好困難，有好多時候啊，走去送外賣其實落重擔出嚟就送外賣，覺得係一個好浪費呢啲都好值緊嘅嘢。如果佢哋呢啲咁多年佢哋都就唔到營業嘅實際上咧，我好難再有人生目標喎，你點樣就生涯規劃已經叫做短咗所以真係呢個已經係一個比較嚴重嘅問題，所以我真係好